有時出去買一碗鮮奶芋圓都唔平，其實喺屋企整都唔難，尤其市面上都買到現成嘅芋圓。糖水鋪會有賣自家製嘅芋圓，同我一樣冇咁講究嘅，喺超市買到一包包嘅都好方便。今集一次過分享熱食同凍食兩個版本嘅鮮奶芋圓，想睇文字版食譜可以跳到去片尾嘅前10秒。材料需要呢幾樣，熱食同凍食淨係奶量爭啲啲，因為凍食嘅時候甜度會冇咁明顯，減10ml奶呢就啱啱好，其他都係一樣嘅。呢個份量整出嚟係細細地一碗，當飯後甜品或者下午茶都好完美。自己整其中一個好處就係中意大份細份點都得。咁我哋就開始整。無論係熱食定凍食，芋圓都係一樣咁處理嘅。先嚟做芋圓嘅部分，煲適量嘅水，煮滾之後轉中細火，放入芋圓。煮到浮起嚟，如果有啲浮起咗，有啲仲未，可以用個湯殼撥下佢，就會浮上嚟噶啦。再煮2分鐘，芋圓就會變到脹卜卜。熱食嘅版本，今次我煮咗2碗，將煮完嘅芋圓平均咁放入碗裏面，各加入1茶匙嘅糖撈勻。備用，將煮芋圓嘅水倒咗佢，加入220ml嘅牛奶，極少量嘅鹽。牛奶加啲鹽會濃厚好多，更加似花奶啲，好正噶。開細火加熱2分鐘，牛奶微微冇煙就夠。太滾嘅話，牛奶嘅營養會流失，仲會好容易結塊添。最後倒入個碗裏面，撈勻佢。就搞掂啦！暖粒粒超好食，非常濃香，淡淡嘅奶香味，芋圓好煙韌，甜度又好適中。凍食嘅版本仲簡單，將芋圓撈起放入碗裏面，加入1茶匙嘅糖撈勻佢，盡量平鋪啲，放置3到5分鐘，令芋圓入味啲。同時攤凍啲，費事將我哋嘅凍牛奶整熱晒。隨後加少少嘅鹽，倒入凍牛奶，撈勻就完成啦。做凍食版本嘅時候，感覺自己好似糖水鋪嘅店員咁，基本上呢係組裝就搞掂。牛奶雪得夠凍，成品就會夠凍，好爽啊！冰冰涼涼，超過癮。芋圓好彈牙，有嚼口。當然想再豐富啲，加仙草、豆腐花、紅豆、芒果、芋泥、雪糕，你中意點襯都得。今集嘅呢款呢就係極簡版，就係需要芋圓、奶、糖、鹽，我覺得係好唔錯噶。而且牛奶呢係萬能糖水底之一，除咗芋圓拎嚟做湯圓底呢都好夾噶。順便再分享一款好啱新式湯圓嘅簡易快速牛奶湯底。做法係煮完湯圓之後，喺原煲度加大半碗嘅牛奶，同1茶匙嘅糖。再煮1分幾鐘，見到冇煙呢就搞掂。同榴蓮湯圓味道呢都係好夾噶。想認真啲，加多啲料，譬如杞子、紅棗都得嘅。喺煮湯圓之前，用熱水將紅棗浸腍佢，會易切啲，亦都更加容易煮腍。用細煲煮嘅話會好掌握啲。喺煲裏面加熱水煮滾，根據包裝說明煮熟湯圓先。我呢款要浮起咗之後，再煮4分鐘。將紅棗去核，切半或者切條都得。方便去核就 OK。湯圓熟咗之後，撈起放入碗裏面，將煲裏面嘅水倒咗佢，
入1/3碗嘅熱水同埋紅棗，冚蓋開最細火，煮3分鐘。放入洗乾淨嘅杞子，再煮多1分鐘。跟住加埋2/3碗嘅牛奶入去，煮到滾起就可以熄火，大概2分鐘到啦。最後倒入碗裏面，奶味香濃，唔需要另外加糖，淨係紅棗、杞子加埋湯圓，甜度已經好夠，滋潤又好味。唔想食現成嘅湯圓糊圓，咁呢款襯新鮮木瓜嘅木瓜燉鮮奶應該就會好啱你，糖都唔使加就已經超甜超滋潤。將木瓜嘅核剝走佢，切成一嚿嚿。紅棗浸腍咗之後去核切半。將木瓜同紅棗加入電飯煲裏面，加少半碗嘅水。如果想加冰糖嘅話，可以而家落。撳蒸煮鍵煮8分鐘。8分鐘之後，倒入1碗鮮奶，同埋洗乾淨嘅杞子，繼續再煮5分鐘。完成。如果鮮奶煮得太耐，會容易結塊，亦都容易滾瀉。咁樣煮唔單止可以保留奶香味，亦都最大程度咁保留咗營養，香甜滋潤又好食。希望你都會鍾意今集嘅分享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。